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泰电集团的前董事长，也就是台湾大哥大的创办人孙道存，因为感情来过身，享受72岁。伊因为泰电集团200亿的挖空案，被抓去关。这个孙道存出身伫个有名望的人家，伊的7段感情史更加是互人印象深刻。有过3段婚姻，甲4任的女朋友，甲第2任的太太，婚姻维持上久。孙芸芸就是甲这个某所生，讲上尾这个太太减伊32岁，是孙道存国中的同学的查囝。这个孙道存过身是留下债务至少74亿，讲伊的太太加上囡仔7个人，应该是会抛弃继承。2017年，孙道存家己落车，加入北检执行科，当时伊真冷静面对刷落来3年的家劳生活。2003年，孙道存因为泰电掏空案，被以伪造文书罪判刑3年，佮因为涉嫌真济案件，伫今年10月身体无爽快，向矫正署申请保外就医得到允准。17号台北家劳证实伊因为破病过身，享受72岁。因为病况转移，所以说他的病情的因素所以说他的体重有下降。爆出泰电掏空案了后，孙道存开始退出商界，不过就算面对欠税破产，伊无改生活风格，也是过甲真精彩。包括伊的7段情史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伊捌有3段婚姻和4任女朋友，其中和第2任太太何念珠婚姻维持上久有30年，生出名媛孙盈盈、孙芸芸和后生孙智宏。不过伫30年婚姻的同时，嘛和女朋友颜玲同居，生2个后生1个查囝。2007年离婚了后，佮交过几个女朋友，上尾也和差32岁吴玉萍结婚。吴玉萍嘛是孙道存家己国中同学的查某囝，即卖留下真济要求债务的官司过身，高达74亿以上的债务，7位某囝恐惊拢会放弃继承。孙道存出身名门，一生的经历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人生伫上尾服刑期间，因为破病变散，上尾嘛因为病情过身。